誰來愛我？前奏轉音樂4個8，低一段5個8加4，我哋跳一面冇間奏，有2個 restart。第3次翻嚟，我哋即係跳前面2個8。第4次翻嚟跳前面5個8 ，ending 只係跳前面2個8。好，而家舞蹈講解，可以右腳前後平，前後平，揈轉右落步。第6個環後前，環後前，踏雙足轉下2步。第3個環後前，環後前，我哋環後環前一踏咧，個弧我哋喺上面開，然後後前轉落步，後前轉落步。第5個後前嗰時咧，我哋打一弧，後揈出去，跟住搖右，再搖左時，嗰4拍咧就係踏拼翻嚟。好，如是者繼續做。好啦，而家做 ending 嗰2個8，係前後拼，前後拼，揈轉右落步，環後前，環後前，踏雙足轉之後行2步，點個右腳向左邊望地下，就係 ending。